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圣经来到伫出埃及记17章，咱已经跳过有几若个真重要的部分，毋知咱有伫迄个中间来读无？特别伫即个中间，咱有跳过一个真重要，嘛是真侪人真熟、真知影的，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。过红海的即段，可能检测是真侪人真熟，嘛真侪人真爱看。因为伫即个中间，就是以色列百姓过迄个红海了后，然后法老的兵丁对来，以色列百姓过去，然后以色列法老所有的兵丁全伫迄个中间重新去互水砍灭。然后了后伫迄个中间，摩西写歌学了上帝。米利暗嘛写歌学了上帝，伫迄个中间来学了上帝的大快乐。然后接续转伫迄个中间，伫咱出来记16章开始有玛纳甲烟吞，诚做以色列百姓伫旷野因的食物。到伫今仔日咱所读的17节，伫即个中间。17节伫即个中间，伊重新互人看见讲，一群人来到伫旷野的时，因伫迄个中间伫埋怨。我想以色列百姓埋怨绝对毋是一摆两摆。从摩西开始要去找法老王，以色列百姓就伫迄个中间，一方面无情愿，一方面无甘愿，无情愿阁无甘愿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一直咧问摩西，一直咧试探上帝。讲你带阮来到旷野，一下仔无通食，所以有玛纳甲烟吞；一下仔无通啉，所以爱摩西伫迄个中间用管互石盘出水人互伊啉。我想伫即个中间所看见的是，以色列百姓伫遮有真侪的埋怨，才显出3项真重要咱要学习的功课。第一个功课是，以色列百姓伫即个埋怨的中间，是用一个真无负责任的心态。认为讲，我就是徛伫遮，我就是坐伫遮，然后你甲我带出来，逐项你爱负责，你爱甲我准备好，你着爱替我备办早顿、中昼顿、佮暗顿，你着爱伫我下暗困的时爱铺眠床，然后我隔工透早起来时，上好有早顿，有一个果汁，纯打的果汁会当摕来到我的眠床头，互我啉，互我食。我想有真侪时，咱的心态伫咱生活顶悬嘛，亲像安尼。啊，毋是我要来食呀，我来食，你着要叫我做安尼做安尼。啊，毋是我要来的，啊，毋是我真爱的。啊，我来了，你爱负责。有时咱常常拢有即款的心态，所以咱今仔日看见以色列百姓伫遐传出真侪的埋怨，因为因无认为出埃及是因的代志。因无认为出埃及是上帝伫因即个民族、即个国族顶悬所命定，爱因伫迦南去到埃及，搁对埃及出来到伫迦南。有时咱嘛伫即个中间非常怀疑上帝啊，你创造我到底为着甚物？你爱我做甚物？也毋是我爱。我出世伫一个甚物款的家庭，我对我的老爸老母来到甚物款的所在，毋是我爱的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重新看见以色列百姓埋怨的出发点，就是因为伊无负责任。然后伫即个中间，伊无愿意面对问题，伊认为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毋对，拢毋是我的毋对。需要检讨的毋是我，需要检讨的是上帝，是摩西。你敢毋知一群人对埃及出来，爱啉、爱食、爱便所。所以就要沿途做什么补给站。所以上帝啊，你互我行到伫即个所在，是毋是你爱备办？今仔日咱的教会徛在伫遮，是毋是你爱发恼？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要做的，到底是为着你，为着我？我敢毋是为着上帝的名？所以上帝啊，你爱负100%的责任，你爱做隆重的物。你着爱伫我喙焦的时，互我有人啉；伫我枵的时，爱互我有人食。然后上好，伫我人生拄着坎坷、困难的时，有请人坐。啊，若要娶某，你爱甲我备办好势。啊，若生囝爱包生查甫的。
咱拢真相信上帝，但是咱嘛过头靠赖上帝，所以咱成做一个徛关山看上帝烧塔的一个外人。咱只有将所有物件手一放，上帝啊，你爱有情。第三个，伫即个中间，咱嘛要看见伫以色列百姓因的心态，其实因无相信上帝伫即个中间的带领。因老实讲，因已经太久无看到即个上帝，也无相信即个上帝。但是咱若伫即个中间顶头来算，以色列百姓到底伫遮已经看偌济新year。第一个，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前，上帝甲摩西所讲的，是毋是一支管仔等来等去，一下变蛇，一下起来伊搁好。啊，若是对摩西咧，伊的手放入去衫内底，搁出来，着太高病，搁一摆就好去。然后以色列百姓嘛，伫迄个中间看见10个灾难，伫埃及地，互真侪人伫遐来看见上帝的作为。这还阁无够，因也看见心内公义的法律，最后互因离开的时，是伫红海后壁，摕刀、摕兵、摕枪，伫迄个中间咧用，然后最后互因遮个人出埃及了后，阁互因有分挑到火挑，阁互伊有烟吞甲玛纳，互伊过红海的时骹无打、骹无重，然后会当行因所行的路。但是遮个拢还阁无法度证明上帝伫因的中间成做因的上帝，因还阁得要伫即个中间来试探讲：上帝啊，摩西啊，你是安怎甲阮带来到即个所在？阮无水通啉。毋知伫咱的生活顶悬，咱有偌济物件是倚靠上帝，有偌济物件是无负责任将代志拢总等互上帝。但是伫即个背后，阁无真正上帝会为替咱来开路。当咱要征战的时，阁无相信上帝的能力甲开力。以色列百姓就是用即款的心态，开始咧行因伫旷野顶悬的路障。因真侪埋怨，但是请咱会记住，埋怨的遮个人，最后有几个进入迦南地？最后进入迦南地的人是甚物款的人？那圣经记载只有2个，一个是迦勒，一个是甚物人？约书亚。即2个人会进入迦南地，我想上界主要，伊毋是因为因外貌，是因为当初时因受派去到迦南地看迄块土地时，因对上帝有信心。咱的信心，诚做咱会当进入迦南地一个真重要的关键。当咱的生活若将埋怨互伊诚做习惯的时，我想有真侪代志会非常无共。有的人讲啊，我心内艰苦，所以我爱找朋友诉苦一下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办法，互一个心非常无平，会当伫迄个中间重新得到透放。真诶，现代工具真侪，特别有迄落 Facebook。有时啊，人拄着啥物货，就甲抛去你 Facebook 顶悬。你甲看，你甲看，迄个人偌歹，啊，我拄着即款，然后就有足侪人伫迄个中间甲伊回应，啊，甲你笑笑，啊，你当着歹人。所以有真侪人伫 Facebook 伫迄个中间咧取暖，然后人甲人的中间伫迄个所在咧找朋友会当相挺。你甲看我就是安尼，我嘛无安怎吼，啊，结果即个世界全变甲遮歹，一切都不是我的错。然后找到会当对家己赞声的人，全伫迄个中间，哪话哪大声。但是当咱的埋怨，假使若是一种情绪的发泄，我想对人是健康的。但是当咱的埋怨，若诚做习惯，你看到什么物件，你就是埋怨在身。你看到人，就是讲啊，我的头家有够歹。我的工作有够歹，我的厝边有够歹，奇怪啊！逐个人拢去 Costco 抢迄个
真个唱啥？啊，Costco， 台湾伫 Costco 唱啥物？益美厚奶茶，迄落物件有啥物互人唱诶？你爱来，我泡互你食。有诶人伫迄个中间唱甲欢喜甲，有诶人伫迄个中间唱甲变面。但是有诶人伫迄个中间，就是唱着也好，无唱着也好，得着也好，无得着也好，你拢伫迄个中间大声埋怨，因为你诶生活充满着你诶埋怨。因为你习惯对你的心内底出的就是埋怨，因为你看即个世界安怎看就是无水的，就是欠缺的。因为咱恐惊常常只有对负面的角度在看咱即个世界。亲爱的兄弟，假使埋怨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人生内底诚做习惯，你着爱洗字啊！因为迄种的埋怨，都毋是互心内来得到讨棒。迄种的埋怨，就亲像伫二轮的电影院内底所做的二轮片，电影伫遐做，内底无人伫看，因为你埋怨了习惯，因为你只剩会去即对负面的所在、负面的角度来看咱所拄着的事。然后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爱记住。当咱生活顶悬，咱的埋怨愈济，有可能埋怨咱的人也愈济。当咱伫即个中间伫埋怨咱身躯四周围的代志的时，有可能即个世界嘛伫埋怨咱。当咱伫即个中间看见全世界拢是无价值的，有可能上界无价值的，就是咱家己本身。当埋怨诚做习惯，有真侪物件拢改变。当咱看见圣经内底出来日记，以色列百姓伫遐摩西来埋怨，埋怨了摩西安怎做？摩西去找啥物人？找上帝。因为会当出水，袂当出水，毋是摩西会当决定的，伊也无迄个困难。但是当伊甲上帝讲的时，有真侪物件伫迄个中间就无共款，因为成就遮个事的，毋是摩西，是啥物人？是上帝。会当互对石盘内底出水的，是啥物人？毋是摩西，是上帝。所以，当一个领导者伫即个中间拄着困难的时，伊毋是搁一摆倒来到伫上帝面前埋怨，总是爱伫迄个中间相信上帝的赏赐甲开力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重新来看见讲摩西伫遐，上帝安怎甲讲你着炸迄个管啊，然后咧，伫迄个中间要指迄个石盘，石盘要重新出水，要互人伫迄个中间得到水通去。我想有真侪时所做的，毋是摩西，是通过摩西的手来做遮个事。但是当咱无法度来看见上帝旨意的时，咱所拄着的只有伫环境的中间一再埋怨，然后埋怨了后，咱逐项拢无剩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除去即个石盘出水以外，伫后壁段第8节。阁有一个真重要的是，亚玛力人伫迄个中间来攻击。即个亚玛力人，伊不只是伫出埃及记有记载，伊到伫后壁列王记、历代志，一直到扫罗王的时代，伊拢有记载。即个亚玛力人，伊的意思就是好战，真爱战，足袂爱以色列百姓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当伊出埃及所拄着第一个攻击因的对敌，就是伫即个所在所看到的亚玛力人。所以到伫列王记，甲伫历代志，伫扫罗王的时代，撒母耳去甲扫罗讲：你着爱杀尽所有的亚玛力人。伊所讲的就是即个共一个人，因为因诚做我的对敌。即个亚玛力人伫即个所在，伊所对敌的毋是以色列百姓，伊所对敌的是耶和华上帝。请咱会记住，
当咱伫迄气的中间，甲某米人三角对敌的时，迄是一回事。但是当咱伫属灵的顶悬，甲上帝伫对敌的时，迄伊阁是另外一回事。互人伫迄个中间无法度永远来翻身的，是当咱甲上帝对敌的时，一世人成做上帝所要修理的对象。即个亚玛力人就是安尼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上帝甲摩西讲，要安怎甲即个亚玛力人战赢？伊讲第一个，你去拣人出去。亲爱兄弟，假使摩西若是经理讲，某米人啊，恁三个出去，甲亚玛力人来对阵，你敢袂？你想讲敢若三个哦？假使咱若是去互上帝拣要出去对阵的，咱敢敢？然后伊讲起爱安怎？爱举起迄个上帝的管仔，伊阁是管仔，伊阁是管仔。所以即个管仔会当互石盘出水，即个管仔会当安怎？会当战赢。然后伊安怎战赢？伊摩西伊手若举起来，以色列百姓就安怎？拍赢拍输？拍赢。但是伊的手若酸放落来，以色列百姓就拍输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看见摩西手举起来，因就赢；摩西手放落，因就输。但是拍几日的战争，摩西的手会酸，所以伊最后是安怎？手酸甲举袂起来，爱找方法，爱伫迄个中间找方法。伊找啥物方法？伊安怎互伊的手会当停伫遐？一个是阿伦，对无？阿伦的手甲伊扶咧，另外一个是啥物人？啥物人甲扶的？富尔，两个人甲伊的手扶咧。然后咧，佫摕一个石头来互摩西坐，讲安尼敢对？一个领导者手爱人插，一个领导者人在烧战，伊坐伫遐，安尼敢对？但是这，就是要互以色列百姓会当伫迄个中间继续得胜的关键。伫即个中间，以色列百姓是安怎会当得胜？因为第一个，早着上帝所吩咐的管，即个管所代表的是啥物？这是上帝的权力，这是上帝的溃烂，这是上帝的同在。即个管是互亚玛力人看，还是互以色列百姓看？即个管也是互以色列百姓看。伊伫提醒以色列百姓，毋是恁的领袖摩西手举起来就赢，是因为有上帝的管仔甲恁同在，上帝的同在。才互恁伫迄个中间通得胜有存。然后摩西的手爱举起来，但是手会酸呢，手着爱举起来呢。是安怎着爱安尼？上帝啊，你若要互阮得胜，太着阮遮麻烦。你着会当用红海甲法老所有兵丁拢作灭无？你敢会当用风来吹亚玛力人着飞去？找较轻松的方式嘛。找较简单的方式嘛，找互人伫迄个中间看上帝啊，你着来头前替阮征战就好嘛。但是请咱来记住，你的手若无愿意举，你若无愿意高举上帝的旗，你嘛无伫即个中间是用上帝的溃烂，人拢掠准是靠咱家己的能力来得胜。伫即个中间。迄个手举起来会得胜，人伫遐学着啊，手举起来就会得胜，所以迄支手爱摇掉。那若是咱要伫咱的生活已经找着得胜的方法，另外一个真重要就是爱搁找着另外一个会当互咱继续得胜的方法。咱的生活得胜常常拢一摆尔，咱伫遐咧讲，上帝啊，感谢你的恩典。互阮的某米人
互阮迄个好诶朋友会当行西礼，所以得到天国诶门票。然后咧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理过他。但是请咱会记一咯，今仔日伫咱生活顶悬要得胜，毋是得胜一摆。咱搁较重要诶是爱得胜几啊摆。那真正上界重要是伫咱诶一生诶中间，拢爱有得胜诶本事。就是咱知影，咱甲上帝所立诶约是甚物款诶约，然后咱伫迄个中间会当持守咱甲上帝诶约。伫即个中间会拄着真侪引诱，手会酸啊，会疼，会艰苦。啊，我毋知影，若是圣经记载是对透早一直拍到下晡呢，摩西毋知有去上厕所无？啊，伊若去上厕所哦，即个战争毋知要安怎拍呢？人伫即个得胜的过程中间，犹原有真侪家己的需要，有家庭的需要，有服侍的需要，有肉体的需要，有心灵的需要。人伫服侍的中间嘛，常常会有软食的事。咱会伫服侍的中间拄着得胜甲上帝结连的事，但是咱嘛有可能伫迄个服侍的中间拄着软食的事，拄着欠缺的事。拄着需要充电的时，然后爱找到迄个方法，互咱会当继续服侍。咱伫即个中间所需要找的是，互人伫遐会当找到继续得胜的机会，会当互人找到继续得胜的方法，互迄个得胜，诚做是规个人生的得胜，互迄个得胜是诚做咱一生的得胜。以色列人得胜，因真清楚，因会当安怎做。但是真可惜的就是，以色列百姓常常伫迄个得胜了后，伊就软弱；得胜了后，伊就怀疑。伊看见着上帝遮侪奥妙、荣耀、神迹伫因的身上来发生的时，然后因伫迄个中间过去了，就什么都忘记了。亲爱的兄弟，请咱回想咱家己所行过的日子。咱伫过去有偌济嘛是捌有真正得胜的事，但是当咱得胜了后，是毋是有将迄个荣耀归上帝？当咱伫迄个得胜了后，是毋是有继续找到会当互咱继续得胜的关键？互咱的得胜毋是只有一摆，互咱的得胜爱几啊摆，互咱的得胜不只是咱家己得胜，嘛要互咱的囝儿孙仔得胜，互咱所看伫上帝荣耀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彰显，嘛要彰显伫咱的囝儿孙仔的身上。今仔日有真侪时，人所拄着的毋是人会当掌握的，但是当人愿意伫迄个中间献上咱家己的谦卑的时，咱才有法度一摆搁看一摆，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得胜。对伫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埋怨诚做因的习惯。伫遮埋怨的人，咱头拄仔也讲着，即个习惯互因无法度入迦南。但是会入迦南的是甚物人？是约书亚，是迦勒，然后真济伫旷野重新互上帝来训练、磨练因的信心的，因遮的人才有法度入迦南地。咱来看见约书亚甲迦勒，当迦勒入去到迦南地了后，伊甲约书亚讨甚物？伊甲约书亚讨讲，我的身体到当初时出埃及去看迦南地的时，还阁共款。所以啊，伊要求将迄个地上界困难的山地，将迄个地还未征服、有对敌还未征服的所在，互我，因为我要继续来征服迄个所在。我想伫迄个中间，拄去看见迦勒伫即个中间来谦卑，
伊将迄个主权相信交托伫上帝的手里。伊清楚知影，今仔日迦南地会当拍落来，甲袂当拍落来，毋是因为人伫迄个中间做着啥物好诶，是因为上帝已经赏赐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百姓所爱的只是你有相信、倚靠，佮对咧行无？将即个主权重新交予上帝，将即个主权重新来向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主权在伫你，但是尽忠在伫我。主权在伫你，求你互我看见我所要行的路，但是赏赐我开力，互我通尽忠伫我着跟对你的脚步。伫即个中间，要重新甲上帝立约，然后搁较重要的是，重新来看见即个上帝对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你有愿意降服伫即个上帝？你有愿意伫即个中间重新来看见上帝要伫你生命中的作为，你有要接受无？当咱只有用一个外人徛关山看马相踏的角度来到伫上帝面前的时，咱无法度伫迄个中间得到上帝稳定的赏赐。但是，当咱学习伫看见每一项事，用懊恼、用祈祷来改变咱家己的态度的时，咱伫上帝面前的改变，也要成做咱生命的改变。今仔日咱所着学的功课在伫遮，是安怎要用懊恼？毋是只有举悬迄个旗。圣经伫即个中间记载，举迄个旗，后来甲号做啥物？耶和华尼西，意思就是上帝的旗，上帝的旌旗。今仔日咱伫遮，毋是为着咱用咱家己的旗，毋是用咱的名片来行咱人生所行的路。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的自责，嘛毋是因为你有啥物款好的头衔，你有啥物款好的作为，然后咱会当伫即个中间来担任啥物款的职务。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所要比拼的，只是伫你生命中间，你有偌济高举上帝的名，然后愿意用懊恼将咱生命中间的埋怨一尽消除。今仔日要改变咱的态度的是，将咱的埋怨对咱的生命中间摕走。今仔日你所着爱影响的是，当有人找你咧埋怨的时，你爱伫迄个中间来讲，用懊恼来对付咱心中的埋怨。当你看到有软弱的时，用祈祷甲咱的兄弟三扶持三提。亲爱的兄弟，以色列百姓得胜，毋是因为因熬，是因为因有上帝的怜悯。上帝伫即个中间是安怎借着即个做奴才、做奴隶的以色列百姓来得胜，是因为互人看见上帝的得胜，毋是倚靠人的熬。所以嘛，茫伫即个中间，用家己的熬来诚做熬，摆伫上帝面前讲：上帝啊，因为我有才调，所以我会使。但是转来看咱家己有愿意偌济谦卑伫上帝面前，人无法度掌握的代志，超过人会当掌握的事。但是嘛，茫伫即个中间失去咱的信心。当咱看见上帝的旗已经举起，当你看见你的生命捌有上帝的旗，互你的生命来得胜的时，去找到互你会当继续得胜的方式，以持咱对上帝的信心，注意咱所行的脚步，行伫上帝所欢喜的路上。今仔日无论伫你的身体，无论伫你的心灵，有偌济受伤甲软弱，无论伫你的生命中间有看到有偌济无可能，你无可能赢过，你无可能来得胜的，亲爱的兄弟，毋通袂记住，上帝只不过是借用着你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所以毋通将你看到即个世界甲环境的认知，来当作上帝荣耀的限制。上帝的限制无应该在伫咱。
毋通互咱的信心来限制上帝的作为。学乐是对付埋怨上介好的办法。当咱心内伫迄个中间沉沦，咱伫心内咧艰苦，咱伫心内开始咧超找有啥物人会当认同我、赞同我的时，请咱停止。伫即个中间，重新来找上帝的旗到底伫佗。假使今仔日你无举起即支上帝的旗，可能咱兄弟姊妹中间有人已经举起即支旗。当咱看见即支旗受举起的时，你爱随我过，互上帝的旗成做咱生命的带领，互上帝的旗成做咱伫遮顺服的对象，互上帝的旗，互咱看见，我毋是要伫别位学乐，我就是伫即个所在学乐。既然有上帝的旗的所在，受举起的所在，就是咱的生命要得胜的所在。亲爱的兄弟，你的旗准备好啊嘛？你有看见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已经举起即副旗，开始要征战啊嘛？毋通将你的旗藏咧，毋通互你的手软只，毋通互你孤单一个人无伴，举起即个旗。你有可能是手举起来迄个人，你嘛有可能是帮赞别人甲手举起来迄个人。但是我所确信的是，即款的德性，毋是摩西的德性，毋是阿伦的德性，嘛毋是互尔的德性。即种的德性是以色列百姓所有的人的德性，嘛是你我伫即个中间，咱所有的人的德性。愿上帝的旗伫咱的中间举起，愿咱照着上帝的旗，互咱的人生得到得胜的人生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摆列阮的困求。因为有时阮怀疑，阮是毋是有够价值，互你来听阮；有时阮嘛真怀疑，阮是毋是有够气力去听迄个阮所无听的人。主啊！当阮每一个人伫阮人生中间咧征战的时，求你互阮看见你得胜的旗伫阮的手中。主求你互阮备办一个所在，通看见上帝你的管伫阮的中间。主求你互阮搁一摆用阮的心谦卑，互阮知影得胜不在伫阮家己，乃在伫你。主当阮要举起你的旗，来跑走头前的路障的时，有时阮发现，阮举袂起即支旗，阮的手酸，心软只。主总是恳求你，互阮甲阮的兄弟、滚仔的人，来举起即面旗。主，阮的教会中间嘛有一面旗，阮以爱济人三角来提即面。来成做阮人生教会得胜的象征。主，阮恳求你，就伫即个中间，搁一摆，互阮的心得到教野的开力，来跑走即个路障。主，互阮伫遮除去阮心内所有一切的埋怨。求你，互阮搁一摆通过学乐，来除去阮心中负面的想法。当阮看见有人伫学乐的时，求你也感动阮，互阮也成做迄个学乐的器皿。当阮看见有人为着你的名来跑走的时，主求你互阮甲因三角骹步。当阮看见阮的教会要继续往头前来行的时，主啊，互阮对会着。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，愿阮三角伫阮教会中间服侍来相结连的时，求你毋通放杀阮，面无看阮。求你反转，因为阮的学乐束缚你对天顶的气力伫阮的心上。
除去阮所有一切的埋怨，互阮参与伫中间，互阮三角出声，学落你的名。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